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日来去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立法院。立法院伫昨昏是处理国民党团提出的反废死、反戒严公道案，朝野立委拢有去霸占主席台，会场是乱糟糟。八夜拿杯伫人数优势之下，表决通过这2项公道，交付议托。在冲突的过程中，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伊是举拐啊、讲刀啊，无细字去讲着国民党的立委刺卡心。林兄总召郭建明提拐啊、讲刀啊，结果拐啊头飞出去，拍到徛在头前的国民党立委刺卡心的手骨。刺卡心普文表示，人生第一摆验伤是这场暴力。表示不要求郭建明回息的，询问是不是适合做总召。郭建明会的全开也怒骂民进党立委黄国昌，国会调遐经到暗时是因为新党副秘书长游志斌顶礼拜冲入去议会直播，立宪不办立法院的处罚发动反对，将透早就霸占主席台。不要对着院长耳朵吼叫，耳朵很不舒服。我们休息10分钟。开议无到几分钟，韩国瑜就宣布休困。立委一开议就占主席台，然后也举牌啊，抗议立委和技术袂顶袂当。原本要处理国民党提反戒严、反废死公道案，技术限制空胖。作为执政党的党团来背个整个的总质询呢，这个是过去从所未有，所以我们说他是当家闹事，要调查，要真相，要谴责。韩国瑜一件都没有做，韩国瑜只想要挺进议程。议事一直传到暗时特别9点，拢无法度进行市政执行。韩国瑜就当场指责，本席上没有宣告散会，行政官员禁止离开本院，而且经本院2次通知，均未列席备询，本席深表遗憾。不过，行政院回应伫无宣布延长会议的状态之下，党院长伫尾6点就已经通知过，佮得到同意才离开。国民党立委、民进党立委离开的时阵，趁机会徛起咧主席台。伫拿被立委人数优势之下，将公道案进付议托。郭建明表示，昨会议当然是无效，就算中选会接受，民进党团也会去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来关心姓刘的中国配偶孟庆阿阿，因为鼓舞武力统一台湾，获内政部特殊移亲的许可，伫昨8点多已经坐飞机离开台湾。伊伫昨早阁有去内政部申请，讲要维护伊家己的权益。后来呢，伊的态度转变，伫昨暗出现伫机场，伫离开之前，伊嘛阁开记者会，伊讲伊是清清白白离开台湾。咱移民署是回应讲，维护国家的主权是官方的立场，无参详的空间。他们的母亲这样子含冤的离去，我的小孩他们的身上会扛到非常大的压力。讲家己的处境就是囡仔正大压力，6岁姓刘的孟红爷爷伫25欠款期限内底，带3囡仔甲先生出现伫松山机场，在暗时8点45分的班机离开台湾进前，国明白表示家己的立场，离开台湾毋是行政指控，必然也争取返来台湾参加行政救济证书，要清清白白返来台湾甲亲人团圆。我不是因为自己认为错了而离开。是因为我尊重台湾的法律程序，我希望当我后续做出团聚动作的申请的时候，移民署、内政部能够依法行事，而不是说阻止我。现场抗议民众赴孟红靶场甲闽南龙单碧园顶人伫边大花一路好行甲回归祖国口号，场面几摆混乱。移民署伫夜夜离境了后，佫一摆表示捍卫国家主权无妥协的空间。公然鼓吹武统侵略及消灭我国主权等言论，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界限。针对目前掌握的相关个案，移民署会持续依法进行调查。其实政府态度一直拢同款，昨早起夜夜到内政部外口进行要求撤销行政处分，部长刘世芳态度坚定。这个雅雅并不是简单的普通妈妈，这个小孩子留在台湾
是获得更好的优待、后代跟福利，还是回去中国大陆？要消灭台湾主权，我们还在讨论个别的生离死别。我觉得这个呢是完全中了所谓的中共的3战。行政长杜正泰强调，在主权安全优先的情形下，任何违法一定用上严厉方式处理，无任何妥协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有智库发布警示，讲中国继续对咱台湾发动秘密政治战，对内部分裂台湾，所以建议台湾要建立外国代理人的登记制度，要加重间谍的判刑，而且要监控和中国行真外现任也是落任的官员，也有立委等等。另外，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伊嘛有报讲，中国即马有传5步要封锁咱台湾，咱国防部长顾立雄伊是表示讲，袂使看轻中国的威胁。国军嘛，拢已经有应对的方案。中共对台渗透威胁愈来愈大。美国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智库发布报告时警，讲台湾面临中共秘密政治人行动，目的是削弱台湾民心士气，失去抵抗意志，为内部解决台湾。所以建议台湾采取反制手段，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同时嘛爱增加间谍刑罚。我们也有17项国家安全的因应措施政府会来努力来维持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我们的整个社会的韧性。报告嘛提起，台湾应该强化监督，针对现任卸任官员、立委等人去中国，要有严格审查制度，包括伫处罚前30天要求公开刑庭，严格禁止关门会议。对这代志，民进党团是讲有提出国安法、陆海空军刑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修法，当中嘛包含立委去中国立馆，煞一直去在野的南北用人数优势封杀。在目前连去港澳中管制了公务员。管制了军事将领，但是立法委员可以涉及机密如此深，却连报备都不能报备都不用报备。那这一个呢，在程序委员会被蓝白联手挡了数十次不要一直的在国内国人之中找敌人。美国智库这智库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是我们的人民，民意才是我们最高的指标。中共绕台拢无停，国防部25发布查到共机21台，其中20台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咱国北部、西南甲南部空域，国家6只共艦、2只公务船伫台海出现，观察共军绕台行为形成3面围台。外媒《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已经做好5步封锁台湾，引起关心。国务长顾立雄证实，中共有这种能力，国军有应对的方案。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想，国际社会不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封锁的行动坐视不管，所以中国面对中国这样的可能的威胁，我们强化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顾立雄讲，唔捌疏忽中共的威胁，若是中共采取封锁行动，严重冲击全球繁荣甲稳定，国际社会无可能放外国，国军原来做好备战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当在关心天气，今仔日是一份较好天的天气，只有伫台东、恒春半岛有短暂雨甲雨湿啊。咱来看温度。到摆是进前呢，咱台湾拢是好天的天气，不过刷落来就会有锋面形成，冷空气会入南，加上华南云雨区会向东边刷，所以拜5、拜6礼拜这段时间，各地头云拢会变较高，而且落雨机会嘛会变较悬，天气就会搁再转凉，嘛会变天。也若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是早暗较凉的天气，日时暗时的温差较大，低温是伫18度至21度，也若高温拢有伫30度左右。伫日时有出日的时，嘛会感觉亲像热天同款。来关心，既然有一间连锁火锅店伫进前是传出食物中毒案，疾管署伫昨昏有公布采检结果，采检17个人，内底有10个人拢互验出有诺如病毒。另外，咱国内是出现第2个肠仔病毒重症死亡的案例，是北部一个也未满月红婴仔。医生即马警告讲，无排除有可能会大流行，所以家长就要提高警觉。
佮传出有长病毒的重症死亡个案，是一个伫咧北部出世还未满1个月的查甫红婴仔。一开始是因为无啥会当喘气，受带伫的儿童加护病房，后壁佮出现费用低才排血症的镜头。大约要1礼拜嘛是死亡，经过检验确认是感染伊科病毒11型。这嘛是今年第2例长病毒重症死亡个案。这个个案他在住院治疗的期间呢，后来又发生了这个低血氧、低血压，以及有这个肾脏功能衰竭跟这个心脏功能恶化。还有这个凝血功能异常的一些状况。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加起来有3例长病毒重症个案，其中2例死亡拢是为着伊科病毒11型。台大病院实验室最近研究发现讲，这和台湾有性妇人人的体内大多数拢无伊科病毒的抗体有关系，这是严重警讯。无排除今年伊科病毒11型的大流行，尤其3个月以下的红婴仔都是高危险群。血清学的研究也发现说，孕龄妇女具有伊科病毒的抗体的比例比较低，所以小婴儿特别有这样的风险。另外，宜兰有一间有名的连锁火锅店，之前传出有一对消费者是佫吐佫流挂急诊才状况。疾管署公布上新的检验结果，拢总采检17个人的检体，有10个人验出到病毒阳性，其中5个是发病的人客，5个是中破筛。那目前食物的检体，还有环境的一个检体，还有相关的一个疫情调查呢，还没有相关的一些结果，所以我们会综合判断以后呢，来定调。疾管署指出讲，全国最近4礼拜拢总是接到176件闹巴肚的群聚通报，发生场所是以餐饮旅宿业上济，其中病原体检验阳性的案件有107件，以验出诺如病毒占9%上济。记者综合报道。影伫昨早9点40分，花莲近海有发生规模5.1的地震，地震的深度是25公里，伫花莲和南投上界有4级。气象署是讲，这一阵地震和去年4月初3花莲大地震并无牵连。鱼肚仔内底水直抓，鱼仔嘛拍着惊。花莲去安乡民众处理的监视器，翕到地震发生的时阵的情形。拄好去里鱼潭佚佗的游客，伫桥顶咧行嘛，雄雄感受到地动，是行一个紧歇伫个树花边，在地人更加是第一时间赶紧撞出来。你们是因为地震跑出来的吗？因为这是围楼。拜二早起9点40分，花莲县近海发生做是规模5.1的地动，深度差不多25公里，属于加浅层的地动。花莲县国家级的警报直弹，上大的震度伫花莲甲南投是4级。它释放的这个能量大概是相当于0.02颗广岛原子弹的这个能量。那规模5的这个地震的那个破裂面它大概就是相当于那个滩区的那个大小的一个破裂面。气象署研判，这个地震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相卡，因为台湾规模5至6个地震，一年平均差不多45个，也就是一个月差不多会有4个规模5左右的地震。所以气象署认为，这个地震甲4月初3花莲大地震并无关系，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由地震的时间发生的时间跟地震余震的这些分布的统计然后再跟9·11这个来比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04、03这个地震它的余震应该是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今天这个地震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独立的事件。东部地区的地震较济，民众要是要注意。气象署讲，无排除3天内还会有4至4.5的地震会发生。公视新闻花莲报道。开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依托迷死这款原本红列做3级毒品的麻醉药啊，去年11月份的时已经提关做2级毒品。不过即马做毒的集团是真干巧，为着要走闪刑事责任，调整出新的药啊，叫做正丙帕酯，嘛是一款毒品。只是讲换名，就叫是讲安尼就无代志。即马毒审会已经决议讲，会阁再增加正丙帕酯这款同款列做第2级的毒品。来看联合报，大型的重型机车争取要骑上国道。即马日本出产的4大车厂有车辆嘛有发出共同的声明，是呼吁政府要赶紧来讨论讲，敢会当开放予红牌的重型机车，会当骑去你高速公路。交通部即马是表示讲，目前是地方政府拢无建议开放。另外，经过民意调查嘛，显示讲有60%的民众无赞成，所以是也未达到会当开放的条件。来看《中国时报》，
环境部推动14类场所袂使主动提供塑胶炉啊，也是塑胶壳啊。也毋过咧，即马另外佫有推出真侪项减用塑胶的措施。也毋过即马呢，经过经济部的资料甲数字是显示讲，去年塑胶袋啊生产量有316905吨。内销有234034吨，这两个数字拢是创下最近5年的新高。即马环保团体就指责讲，政府减塑无效果，呼吁讲伫网络买物件，即马加时行，所以外送平台嘛爱加入管制范围。全台湾目前拢在进行大罢免，伫高雄要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和黄捷的团体，昨昏就去警察局报案，讲反对罢免的民众甲因批评叫，佮甲因呛声，甲放调讲，佮讲要对因开枪。即马立委柯志杰是呼吁警方一定要赶紧调查，嘛强调讲罢免是民众的权利，呼吁大家平常心看待就好。反对罢免的民众放调要开枪，佮一直骂联署的负责人。伫高雄发起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甲黄捷联署的民间团体，25透早来到凤山分局，表示联署期间，互依序立赢支持者的民众骂，甚至威胁恐吓、以及妨害、罢免等等的4项罪行的告诉。我们对一个人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能提出这些告诉，可见我们在高雄这个地方要罢免绿委所面临到的一个艰难。罢团透早将各诉状甲证据影片提供给警方，希望阻止不当干扰罢免联署的行为。全国拿立立委大罢免活动继续进行当中，但嘛出现真侪状况。除了有无死者的名假联署，嘛陆续传出几件刁难还是恐吓的事件。许姓民众报案指称，已遭到不明人士恐吓、公然侮辱及违反选举罢免法等行为。本案获报后依规定受理。那个是不是真的我不清楚，如果是真的，当然有人有这样子的个别行为，我们也不允许，也希望警察要赶快确实查明真相。作为防罢免联署的立委，甲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参选人之一的柯志杰，强调提出罢免是民众的权利，呼吁各界以平常心看待。因为柯志杰甲黄捷罢免案第一阶段联署已经送件，罢团表示估计上紧4月初10了后会展开2阶联署。公视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也那这几年，法国是愈来愈关心咱台湾社会，包括法国媒体嘛，拢有咧报咱台湾国会台国防医生的代志，也有大罢免的代志。一寡伫海外台湾人嘛真关心，亲像伫法国的巴黎，就有民间团体发起罢免的联署，希望甲关心台湾的民众苦哇做伙，而且伊嘛办无共款的活动，互海外台湾人也有法国人知影咱台湾即卖的政治情势。台湾自1月立法院三读通过2025年中央总预算以后，那国内后续有真侪讨论，亲像法国媒体《世界报》嘛特别针对中国威胁台湾国会刷台国防预算的角度来进行报道。嘛有报最近咱国总统热清着讲要恢复军事审判等等的议题，国际媒体关注台湾地缘政治，嘛互法国的台湾人积极为台湾发声。奥运，然后台湾有参加，然后其实是不能带台湾国旗的，当然就是觉得。台湾就是需要人民自己发起的自主运动，然后觉得政治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参与。当然是真重要，因为咱若无去注意到政治，就人吃起啊，这么简单。最近国内各县市发起的第2阶段罢免联署，那英国、美国有民间的据点，伫咧法国巴黎，原来有民间团体发起联署站，未少知影消息的台湾民众拢专工来参与。法国台湾协会表示，最近这几年，那是防疫，也有科技的发展等等，嘛，互真侪法国人渐渐知影台湾。也那今年国会台预算的代志，那是美国真关心，就连法国伊嘛真关注台湾人的态度。法国台湾协会指出，法国这几年因为俄乌战争、甲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涉嫌污洗欧洲议会来影响欧盟政策等等的代志，法国民间渐渐看到中国的威胁，嘛连带愈关注台海议题。以前因较无这甲台湾交缠，是因为讲迄阵
有中国的压力。即摆因慢慢啊，在咧觉醒啊，吼，毋是干那听一方面的话，台湾嘛足重要的，所以即摆较愿意甲咱一个做交流，所以咱应该爱徛出来。协会表示，因伫正透过种种的民间交流，互法国人了解台湾人一直拢在抵抗中国的威胁，希望甲法国的台湾人靠起来，最近用无共活动推广台湾历史和文化，互法国人通知影台湾的情势。记者卢尚珠、林飘凯，法国巴黎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罗西亚和乌克兰伫周五已经达成乌海的停火协议，虽然并无发布联合声明，也毋过已经互看作是俄乌战争停火的头一步。美国周五嘛表示，罗西亚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伫海上和能源这部分爱停火，也毋过罗西亚是表示，美国一定爱命令泽伦斯基爱遵守协议。泽伦斯基是回应讲无这款要求。美国自国甲乌克兰、Russia 达成协议，暂停海上甲针对能源目标的攻击。华府同意推动解除对莫斯科的部分制裁。这摆会谈并不如期发布联合声明，加上北京的两份声明，双方拢同意确保乌海航运安全，避免使用武力，而且禁止将商船用伫军事目的。不过明显，Russia 甲乌克兰依然是互相无信任。Когда президент говорил, мы из-за перемирия, но есть нюансы, кто будет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чистоплотность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приказа из Вашингтона Зеленскому и его вот этой вот. Тому тут віри русським немає, але я вважаю, що ми будемо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ими, і якщо це так, і зараз мені це. 对拉夫洛夫所讲，华府下令泽伦斯基遵守协议的讲法，泽伦斯基表示无安尼要求。虽然双方依然有强大的敌气，美国总统川普依然指出，推动停火是有进展的。川普咧推动结束两边战争，甲 Russia 关系真紧修复。互基辅当局甲欧洲国家拢行一条，即摆伫利雅得的会谈，美国甲 Russia 协议，比甲乌克兰的公告较济。华府承诺找出解除对 Russia 农业甲货币出口国际制裁，这也是俄国长期以来要求。公司新闻恩惠玲报道。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安高层官员是拢无在注重治安的问题，因为因是伫商业通讯软体顶悬咧讨论要安怎控制也门咧叛军青年运动的军事计划，甚至呢国安顾问 Watts 也搁甲一个媒体的总编辑入去这个群组内底，所以呢规个军事对话、规个部署拢互媒体看了。这件代志曝光了后，参众两院的民主党议员拢在批评讲，实在有够含，一定要进行调查。也毋过，川普认为这是小可信恶娘娘。美国大西洋月刊总编辑高贝格伫这篇标题是“川普政府信恶甲战争计划传互我”的文章内底，公布讲早伫美军空袭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前4天，又接到国安顾问沃斯的线顶的邀请。叫伊加入商业加密通讯软体 Signal， 2天了，伊加入总数18个人，合作乌色 PC 小组的群组，成员副总统范苏、国部长黑格瑟斯、国务卿罗比奥、中央情报局长雷克里夫和北京幕僚长威尼斯。高贝格原本把这个群组当作一个军耍笑的群组，想袂到伫美军执行空袭任务的进程2点钟，伊看到国安高层的讨论过程，甲最后的作战目标、武器甲攻击顺序这寡细节。迄当阵，伊也是拢无注问到，一直到空袭也门的新闻出现，伊才知觉到，原来群组咧讲的迄寡超现实内容，拢毋是咧讲耍笑，拢是真的。文章公开了后，媒体找相关的当事人咧查证，国安会发言人休斯证实，这个群组对话的真实性。川普讲，伊对这件代志拢毋知影。迄个事实是踮咧记者面前发生的，咱嘛高贝个是一个讲白贼信用歹的记者。Nobody was texting war plans, and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about that. Thank you.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I'm not a big fan of the Atlantic. To me, it's a magazine that's going out of business. I think. 众议院议长蒋森讲，泄露作战计划是一个失误，也毋过佫讲，对话显示官员拢真认真，做了真好。因为民主党议员讲，这是一项国安危机，爱做调查。If our nation's military secrets are being peddled around over unsecured text chains, we need to know that at once. And we need to put a stop to it immediately. 依照已经有100年历史的美国间谍法规定，讲资讯的处理有真严格的法律规定，
根据其中一寡条款，就算是真严重的疏失，毋过甲即寡资讯按适当的保管地点转移，就构成犯罪。前国务卿希拉蕊透过家己设置的私人电邮 server 和幕僚交流机密资讯，就捌伫2015年甲2016年互司法部调查。毋过最后 FBI 是建议莫起诉。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电影人做伙合作的影片《你的国外家》，这出纪录片是摕到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日时是传出这出影片纪录片的巴勒斯坦导演巴拉尼，伊伫约旦河的西岸防攻击，而且佫互以色列的军队掠去。公民团体表示，规个过程拢有互看到。目前巴拉尼和其他2个巴勒斯坦人毋知影互绑去倒位。画面上，互以色列军人逮捕的人，其中一个人就是纪录片《你的国外家》导演巴拉尔，听巴勒斯坦国民组织犹太非暴力中心，日时伫约旦河西岸南部村庄苏西亚有看到几个事件。美联社报道，差不多有10外个伏面的以色列自首居民摕石头甲棍仔攻击巴拉尔甲因兜，嘛影响伫现场的公民组织。自首居民向因的车弹石头，造成挡风玻璃碎去，煞来佫听到车身互人弹物件的声音。This is a military. 甲巴拉尔做伙翕纪录片的以色列记者亚伯拉罕，伫社群打出公民团体的车扣人弹石头的画面，佮形容攻击的伏面自首民众，这个团体就若亲像三脚党。巴拉尔甲以色列影人合作所翕的纪录片《你的国外家》，得到柏林影展甲奥斯卡等奖项，是咧讲马萨菲尔亚塔巴勒斯坦人的主题，叫以色列军人强强拆除，佮改建做射击区。即马冲突的事件真实上演。导演之一的安佐亚伊是讲，这个代志是伫日时暗时发生的，定定来村庄起诉的自首居民汹汹走入来。随行也有军方对天顶开枪，巴拉尔去互人拍，后来连其他2个巴勒斯坦人嘛去互人铐起来压走，其他有看到的人嘛证实规个过程。以色列伫1967年第3届中东战争去摕到约旦河西岸甲东耶路撒冷，各伫当地设立100外个自首区，居民的人数超过50万人。目前以色列军方敢若表示，也搁伫确认相关的消息，但是巴拉尔目前也下落不明。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格陵兰即马是变作美国、中国和罗西亚相争要治要爱所在。美国总统川普想要来接管。白宫是表示，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伊伫3月18就要去格陵兰，伊会伫格陵兰的西北部美军太空基地去听北极安全议题简报。继续关心中国积极咧扩大海面上的势力。日本政府最近就有加强西南群岛的防卫。日本的自卫队海上运输团日时已经正式成立。这支陆海空的自卫队的联合部队会连接本州、沖縄、甲西南群岛这岛的主要运输，要提高因的运输能力。但不伊出代志就会当随应变。继续关心全球的资料库网站有发布全球安全国家的排名，伫150个国家当中，咱台湾是排第4名，这是赢过排第9名的新加坡和赢过排第10名的日本。镜头搁倒来讲来，咱来关心苗栗的警方伫去年底咧侦办一个诈骗集团时要掠姓林的主嫌，不过呢掠2届拢无掠到。一直到2月中才掠到5个嫌犯，即马是逼出，因为有警察去做报马仔，牵涉去挑故意泄露掠嫌犯的行动，甲这行动拢泄露出去。目前苗栗的警方已经甲这个警察起诉。警方逮捕诈骗集团成员，甲主嫌等人拢掠到，佮查到毒品等相关证物。下车！下车！趴着！趴着！警方总算掠到姓林主嫌等5人，不过这已经是警方第3届行动，前2届好亲像行动计划泄露风声。警方启动内部调查，发现姓林的主嫌甲苗栗县警局大湾分驻所一个姓郭的员警正熟，而且姓郭的员警有甲诈骗集团通报，所以甲姓郭的员警移送法办。检方最近侦查终结，该依照涉犯刑法渎职罪，也有藏人犯甲消灭证据罪起诉，各警察法院判重刑。查明高姓员警2度泄密给诈团成员，甚至要求诈团成员将车手撤离现场。
竟仍违背职责与诈团勾结，行径恶劣，为维护警纪与司法公信，建请法院对其犯行量处不得1颗罚金的刑度，且勿宣告缓刑。检方查出信鸽员警涉到去年12月，也有今年1月中的行动，让诈骗车手顺利脱逃。警方透过通联记录，发现员警甲诈团成员进前都已经熟识，目前已经甲伊停职处分。本分局自清自检，从严查办，并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等规定，将高原报请停职处分及查究相关人员考核监督不周之责任。警方表示，本案是主动自检调查，除了甲4个员警依照人事条例规定处分，还会追究相关主管考核监督不周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亚拉伫婚林是标出有国校的校长不当管教，这个校长叫7个学生囡仔去罚跪，其中有2个囡仔唔愿跪，这个校长就举扫帚甲囡仔讲。即马婚林县的教育处表示，已经有去学校访谈，但调查结果出来了后，就会随处理。婚林县有1间国小的学生进前那就因为上体育课时阵唔听老师的话，有7个学生和校长叫去校长室罚跪，其中2个学生唔跪，校长就也扫帚甲因讲。被叫去校长室，然后校长就叫我们说，等老师进来的时候跪下来，然后有2个没有跪。他们就被打。这个就是伤到咱的手啦，甲肚子啦，拢有乌青啦。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伤到伊的小腿、甲大腿、甲伊的头啦。有家长讲，这件体罚事件是10几日前发生的。隔当天有家长通报婚林县府教育处，不过后续各风声有部分互体罚的学生家长无要追究，其他的家长烦恼学生伫学校会有状况。之后校长请假无回应，婚林县府教育处表示等咧调查。这个我们不评论，因为已经正在调查当中。好，学校这边就是依照县府这边的处理方式。好，通报之后，我们已经立即启动调查小组，到校去访谈相关的人员了。那静待调查小组结果出炉之后，我们会送交委员会来做议处。校方表示，目前学生上课拢正常，听候县府教育处调查未过回应。教育处讲，调查小组目前已经介入访谈，也有辅导学生，等调查完成就会公布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4月初有清明连假休几哪天，也毋过即马呢，华联的订房率其实表现并无好。观光业者就表示，因为连假时苏花公路拢真够塞车，加上今年已经无带房、带饭店的补助，这拢是影响观光客去华联的意愿。伫饭店大厅内面的柜台人员，并无接到伤济清明连续假期要订房间的电话。即马大小的旅客大多数拢是出差，也是嫌连续假期塞车，先回来陪忙的。回来塞车啊，人潮会比较多，会影响到我们回来的一些动力。如果是搭火车，票好订吗？如果是票好订的话，当然会想要回来。3月本地就是旅游的小月，但是业者加减拢会期待讲清明连续假期订房率会当回升，但是今年和去年同期比，订房率却是降3成到4成，市区饭店的大上率是3成到5成左右。清明连假呢，传统就不是会出游的假期，更多乡亲还是以扫墓为主。那当然，对于这个回来的车票难订，或者是这个公路是否会塞车，也影响到旅客选择意愿。再去看其他大宿兼游乐型的度假村，也是民宿，无游客已经是常态。大概3月的大宿率差不多跌2成。业者认为讲，和地动了后，大宿的补助结束是有关系。去年这个自由行的补助以及团体的部分，其实对花莲只是让业者减少损失的部分而已，那并没有办法让业者的一个商机能够来做回复。观光协会强调讲，加上个人认为讲，这国旅的消费实在伤悬，甘愿出国嘛无愿意去花莲来消费。因澄清讲，不是所有的房价拢这么悬，嘛好有相关单位会当增开包机，加增加国外的旅客，才会当提悬小月的业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湾有山有海，风景真水。丰富的生态，亲像今年9月，咱就要举办头一届世界赏鸟博览会。这个为着要行销这个活动，嘛行销咱台湾的生态观光，交通部观光署就有找团队来翕看鸟仔的行销影片。因为这个影片呢，是伫今年摕到日本国际观光电影节的金奖。
即马台湾药教协会是表示，中国咱政府有打算要来推动生态旅游，安尼交通就应该建设好齐全，安尼各地头的观光资源才会当串联起来。 Species like the Taiwan barbet, known for its striking colours and burbling hoots, and the elusive Mikado pheasant, celebrated on Taiwan's $1,000 NT banknote. 影片对台湾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翕到高美湿地，呈现台湾要32种特有种的鸟类。这是交通部观光署和三山国家风景区等单位制作的国际形象影片《Birding in Taiwan》，在第7届日本国际观光电影节纪录片类别摕到金奖。观光署希望向全世界介绍台湾中部丰富的鸟类甲森林资源，嘛展现台湾生态旅游的特殊性。因为观光署伫各界各国有足侪迄个办事处本来会迄个送去互因去做宣传。这个着奖嘛，为着算讲，咱今年要办第1届世界赏鸟博览会伫台湾，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个声量跟亮点。 台湾本土当有数百种鸟啊，但你无共季节，台湾也是节渡鸟潜沙旅程中途休困的所在。这届协助摄影团队提供鸟类资讯和建议的台湾野鸟协会表示，因认为观光署若准备推广生态旅游，除了爱加强游客的教育宣导，避免民众摕物件甲动物黑白痴破坏动物家己找食的本能。另外，伫咧交通嘛，应当建设好鸟庄。交通的部分资讯爱发达，伊互赏鸟的行程和咱的文化。 就台南安平古堡、郑成功赤坎楼，你甲连接起来对，其实因为生态之旅，是刚才看鸟尔，文化的一种之旅也是属于生态之旅的一种。 今年咱国争取到第1届的世界香蕉博览会，要办伫咧台湾中部的三山国家风景区。观光署表示，打算有25个国际香蕉和保育组织来参与，有规划生态旅游论坛来讨论观光和保育的议题，来交换资讯，嘛希望提升台湾生态旅游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 文化嘛是生态一部分。来看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伫昨昏挂牌，要以现代、当代美术史综合型的美术馆为主。年代要设定伫1895年到1960年代台湾美术作品为主，所以未来伫遮，亲像陈定波的作品、黄土水的作品，拢会当伫这个美术馆看到。 文化部甲各界来宾甲红幕敲开，向天南市美术馆二馆成做国家级美术馆筹备处，这来回应学术界甲一些艺术先辈多年来愿望，佮甲是一间专辑保存展示台湾艺术史的国家级展馆。本届文化部要设点台中，不过因为地方甲民代反对，台南市政府主动出声，免费提供场地。 文化部讲，这是台湾近现代美术馆元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大概这个年代是一个最纯粹的日本人来台湾之后开始的一个创作，到国民政府来之后，也带了一批艺术家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台湾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一段最纯粹的创作的空间，最后两边的艺术家相遇。 台南国家美术馆未来以1895年到1960年代台湾近现代美术馆来做展览主题，筹备处拍头阵杀头一个展览，福摩萨时代台湾近现代美术的知识启蒙，有8大主题，拢总158个艺术家900件作品，包括丁丁坡、南海葡萄山、黄土水、甘露水等珍贵作品，其中有3分之是头摆对外公开。我从巴黎回来的时候的初期的作品，我想把那个传统雕塑跟现代雕塑做一个结合。我们近现代的美术品里面，还是有透过文字的这种认定，有国宝，有重要古物那我们希望它的一种凝聚来带动我们这个新的第2座的这个国家美术馆的一种高度跟能量。文化部讲，这项设馆的计划是延续2018年所启动的中建台湾艺术史的政策。台南国家美术馆按算伫咧2档内会完成筹备，新成立的南国美，除了会使减轻现有国美馆伫展总甲展览的负担，后续因嘛甲台南市美术馆合作，提升台湾美术保存的能量甲展示的品质，嘛展现台南正做文化高度的实力。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镜头来高雄左营的高步社区是由13栋大楼组成的。这个建筑外观看起来就亲像香港的建筑，所以互叫做小香港。这个社区已经为40年啊，当地人是讲这几年外壁的态度拢直落。虽讲社区有心想要改善，也毋过因的经费有限，就算政府有补助，家己嘛爱加减出一寡。也毋过因嘛讲，以目前因的经济状况，因无法度负担。民众徛伫建筑物头前摆出各种姿势翕相。左营高步社区因为圆条形的大楼外观真像香港的建筑，已经成做真正的拍卡翕相景点。不过，这13栋大楼都已经40年啊。居民讲，这几年常常有态度落落来。虽然社区有心想要整理，不过欠缺经费，只会当用上简性的做法，吐掉做风水尔。真无美观，有观光客感觉真可惜。因为伊遮游客算济，所以游客嘛是来看伊即个景观，看伊即个社区的风景，所以可能游客嘛会当跟募资啦，然后出一寡钱，然后来帮忙维持即个社区的风景甲安全。社区管委会指出，高步社区的管理费自民国85年来，拢维持每一户逐个月才200块，为何电梯都无够？诸位区分众讲，虽然市区有提供外墙翻新的补助，可因参考，不过因为社区必须要负担一部分，以因目前的财务状况，实在无法度负担。这个社区的住户都是老扣扣啊，都是70、80岁的，你们要帮我们改善我们社区的环境，我很欢迎。但是在经费上，麻烦你们市政府能够大力的支持我们。对，那今年针对公寓大厦外墙适材修缮、调整延长补助期限、放宽申请资格以及调高补助金额。那补助金额提高至30万元整，受理到今年12月5号。想要解决外墙太路老旧，社区管委会希望政府斗3天。都发局表示，有提供多次更新整建维护的补助计划给社区参考。另外，工务局今年度嘛有相关的补助，只要社区提出申请，市府相关局处拢会全力来协助。记者柯家祖、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新竹的姜拿伫50年代，当地的庄仔油是真兴。这年后，庄仔油的后代子孙甲拍远真侪年的庄仔油，即马变做文化园区，阁有找艺术家伫遮打造种植艺术。然后呢，就有那个育婴袋哦。透过庄仔厂后代子孙的导览，民众更较明白大传播过去的历史发展。3年前，文化团体伫新竹县姜拿乡无意中找到过去烧庄仔四角形圆筒的庄仔窑，不过过去因为拍远侪年的关系，草仔是发甲规世界。后来经过重新规划整理，即马已经是文化园区。未来按照以环境保育生态的观念，来个改造成符合 SDGs 永续发展园区。今年呢，有一个废弃的这个仓库呢，我们把它呢重新整治出来，好，这样呢就可以多功能的利用。我们也做了很多对于水资源的再利用。未来结合很多的团体哈，像是学校啦，他们都会带小朋友来户外教学。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场域，又增加了一个环保教育的一个场域在这里。最近园区搁找艺术家利用派去乌多拜烟筒管，打造出白灵丝造型的装置艺术，唔拿废弃物再利用，也将园区装大家真特别。而且找出它身体，这原本是尾巴的地方，我把这个切掉，这边这个部分变上面，然后呢脚变成扎在这边，不要的东西把它当成宝，可是做成一个加减减的，组装成一个白鹭鸶的话，我是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教育下一代这样的。透过后代子孙的努力，甲社区民众共同参与，如今才已经变成美丽艺术园区。除了开放给民众免费参观，也甲姜拿乡淡传播过去的庄仔窑发展历史记录落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有一种真细丛的兰花，或者青明草，伊是咱台湾的原生物种，嘛会使摕来做草药啊，所以常常会互偷版。即马呢，这款青明草是已经愈来愈罕见啊。也毋过，伫新北的永和国小，顶一日就发现有几大片的青明草。学校知影了后，老师赶紧带学生同齐投入保育的工作。
市政学生围伫草坡仔边观察寿草是毋是开花啊？寿草是台湾原生兰花一种，养未开花的时，甲一般的草仔生了真相像。目前也红列做国际珍贵罕有的食物。最近伫新北市永和国小发现学校内底有介济寿草，老师也决定带学生投入保育的工作，建立珍惜食物的观念。孩子透过实作，他的印象会更深刻。我觉得不用多说什么，你带着他做，让他喜欢这个植物，他以后自然就会爱护这个植物。学生若唱《兰花草》这首歌，若可做伙做保护寿草的告示牌，同齐为保育寿草尽一份心。也热情介绍讲，寿草是一种真细的兰花，要保护伊袂当乌白大校园的草坡啊。就是会在那个草皮旁边，就跟那些在采草皮的人就说不能采草皮。寿草因为当年会伫清明节前后开花，所以又搁号做清明草。因为清明草常常风头扣起做草药，无就是民众毋知影，就伫除草的时无细力除掉。台湾原生食物保育协会呼吁民众同齐重视这款珍贵的清明草，除草的时也要更加注意。劈开离咧差不多2-3个月时候，即前2个月呢，莫去除草，就是讲莫除啊伤过深，然后莫除伤过清气。另外一点就是我拄仔讲的。盗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永和国小老师表示，目前学校伫3月到5月会暂停除草，学生下课也会去观察清明草的生长。除了斗相共宣传保护清明草的观念，也会斗压水种新的清明草。希望囡仔透过实际参与，甲保育食物的观念传落去。记者张家佳、谢桂玲新北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有一本台语绘本，是咧讲宜兰的大坑高社区在生活中真侪趣味在故事的绘本内底。即摆呢，作者就带当地国校的学生囡仔，实际上去行入去故事内底的情景，嘛，互学生囡仔去体验了解早期的日常生活。听海燕唱歌。真欢喜！一群学生对咧念台语绘本名称伫倒位的故事，哪行哪熟悉四科维亚的自然环境。绘本故事原创者陈阿月拜二带宜兰苏澳马赛国小的学生行入绘本内底的情景，了解大坑高社区的文化甲生态，学生感觉真趣味。林头叶做什么？做战斗机、叶底，然后风车。这个林头叶真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很好玩。马赛国小台语老师也表示，这是头一届甲台语课抽到外口上，透过活泼的镜头活动，互囡仔实际接触到原本伫课本内底的图片甲知识，安尼对人物地方文化、语言学习拢真有帮助。你用讲的，伊真歹，伊毋捌看过物件，伊无法度去想讲伊是啥花啊。啊，像咱啊用安尼，因为即摆囡仔的生活，你就知影甲以前无共款，所以你甲伊讲遐，伊可能听无，但是实际上你有带来看过，伊就知影，啊，伊就通学着。对于小朋友来讲，实际你看绘本，但是你乃当个亲身行到迄个所在，迄个感受是更加深刻，迄个感受是足有感动的啊，所以。有实际来遮，啊，佮连面要佮做迄个林头叶童玩，我想这是伫学校的教育内底吼，较无好安排。故事原创者陈阿月表示，透过镜头活动，互绘本搁再一摆活起来。绘本故事拢是以过去的生活记忆，已经为用绘本实际行大地方，带囡仔理解地方上的万项代志，培养体会地方生活的心，了解地方风情，也是语言教育真重要的一步。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宜兰报道。再去看世界，咱甲镜头来日本看樱花。日本的气象厅已经正式宣告，日本的樱花季起过啊！伫全国新社即场染色嘅野樱，树仔顶嘅花苞已经有几类盛开啊！日本气象厅嘅官员嘛随宣布好消息。こちらの標本木ですね。ただいま観測しまして、6人、認められました。ですので東京の方、標準木の開花となります。平年と同じ日に咲きまして、昨年より5日早い観測となります。听到当家正式入来到樱花季，现场的民众较紧把手机摕起来，要来翕这代表春天来的美丽的画面。なんかちょうど今日こっちに来る用事があったので、ちょうど今日が開花宣言の予報が出てたんで。
ちょうどタイミングがあって良かったなと思ってます。And I was happy to see the trees. It's beautiful, really beautiful. I love Tokyo. 第同一天宣布烟花季开始的，还有中期、宫崎和鹿儿岛。事实上，早就伫一礼拜前，东京上野公园的烟花已经提早开，互来访的游客是看一个痛假，较紧来翕相打卡做纪念。日本气象专家分析，因为连续几天气温回暖，会当帮助烟花回包成长，互开花进度变较紧。通常花期会当持续2礼拜左右，暗算到4月中旬，东北部嘛要开始来迎接开花期。4月后半个月，烟花季就要到北海道。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是31度。外岛18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